本频道用台语学汉字，全程使用闽南语，讨论闽南语的每一个发音应用哪一个汉字，全部是原创，有少部分内容会截图其他频道的用字，但都有详细的用字说明。有使用过截图而讨论其中的用字的，有2个频道内容，一个是华视频道的台语字真趣味及陈世明的台语汉字学。本频道影片制作方式就像此申诉影片一样，只有一种，用 PowerPoint 制作投影片，再绘出成视讯，以全闽南语口白配合字幕动画播放而作说解。贵团队审核本频道不能盈利，原因为重复使用的内容。本频道制作的内容应符合允许范围，特此申诉说明。对于所有的截图内容使用的文字都有完整的说明。以用台语学汉字035集为例来说明，台语的黎明怎么说怎么写，截图台语字真趣味的这个画面，并说明他使用的这个铺字为食物败坏之意，怎么能和黎明相关呢？再说明我认为正确的用字为何，重点都在用字的说明与讨论。用台语学汉字035集，主要讨论台语各种打的相关用词。截图至台语真趣味的这个画面，对于其6字的读音意思都有做详细说明。正确的建议用字为何也都有说明。最后再以此截图整理一遍。再以不是台语007集做说明。此集一开始，我列出 YT 团队提供给频道组的近期影片统计资料。原来我的订阅者很多都在看这个节目，于是对其中的用字提出探讨。此集中有他数个截图，其中一例汉字暗藏惊天的秘密，帆儿的帆怎么写？他说上面是一个财。接着我详细说明帆的上面是变，不是财，并列出区别性较大的小篆字体以利区别，并指出在用台语学汉字020集有番的详细说明，没看过的观众可前往观看。道德经只有闽南语可解，它的标题这样列。他在视频中列出这3句话，错字只有闽南语可解，但他这一段视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台语读出这3个字，他的观众也一直在等啊，所以我帮他读出来。这3个字的读音，台语应该读作慢。本频道专门讨论闽南语用字、汉字的读音意思，如此交互比对探讨，应符合盈利的内容。烦请团队再次审核是否如此，感激不尽。